大家好，又係 Master 關玄學世界嘅時候啦。咁上次講起一個韓國嘅真人 PK show 啦。咁今日咧就係又有啲徒弟問咗個問題，即係外國咧、韓國咧呢一個佢哋話神降或者神明嘅召喚或者神病嘅嘢係咩嚟嘅咧？同中邪係咪類似嘅咧？嗱，當然我唔係一個韓國文化研究者，即係我純粹都叫做有睇過少少佢裏邊一啲相關資料嘅啫。但係如果你話件事唔係咁嘅咧，可以試下留言改正我。我會咁講嘅，韓國嘅神病係咩狀況咧？就係要講翻韓國嘅所謂有睇過咩叫做奶奶神、爺爺神，其實係咩嚟嘅咧？喺韓國嘅道理當中咧，佢哋咁講嘅，佢哋原本薩滿嘅咧，就相信嗰啲人死咗之後咧，就唔去咗輪迴嘅，就去咗繼續就喺個祖先嘅墓地度繼續生存。咁啊，為咗幫助啲後人咧，佢慢慢就有一部分就演變成為咗一個類似神嘅物體。咁啊，儲功德，儲夠功德1萬，儲夠功德8000咧，就成為咗一個類似神明嘅嘢啦。咁佢咁嘅身份之下咧，就可以幫助佢嘅後人去解讀呢個世界唔同一啲死後嘅嘢啦，或者再生嘅嘢啦。咁就經過呢啲所謂嘅大量嘅風水之後咧，嗰啲後人就因為咁樣之後咧，就可以靠幫啲人預言或者幫啲人去解釋解決咗某啲問題咧，獲得金錢。所以變咗就係佢為咗呢種咁樣嘅情況，呢種供養供奉唔會斷絕咧，佢哋就會繼續即係每一代都會欽定欽選某啲有特別能力嘅小朋友成為佢哋嘅所謂嗰啲神降者。嗰啲咁嘅所謂後來成為法師啊、巫女嘅人咧，咁其實調翻轉佢哋都係揀選咗。咁但係佢都符合咗其他世界，包括中國啦，諗法就係我哋好多啲特別嘅以前嘅人問米嗰啲咧，都話要傳3代、傳7代嗰啲，因為就係佢哋嗰個所謂嗰個承傳嗰個遺傳嘅情況咧，係佔咗大部分。當然有啲人經過修練或者特定情況，你都見過有啲特定情況之後會變成呢啲嘢。咁但係可能佢祖先上邊都有呢啲咁樣嘅嘢先會有。咁所以變咗咧，佢會有啲同道教嘅講法有啲唔同。道教就係祖先，有啲人講話祖先受到供養就會成為祖先啦。如果冇供養成為孤魂野鬼啦，祖先嘅供養之後成為啲祖先神靈之後，慢慢佢受到大眾嘅供養，慢慢再升級嘅時間咧，就成為真正嘅神靈啦。最明顯嘅例子咩？我成日講啊，媽祖，媽祖係姓林嘅，佢哋後所以其實就媽祖咧就喺台灣姓林或者即係福建啦沿岸嗰啲。咁後來因為姓林嗰啲，後來就大家叫得多嘅時間，大家叫佢媽祖媽祖，其實後來再敕封之後成為天后娘娘啦。咁所以變咗佢都係一啲由民間嘅一啲祖先再升級成為一啲神明嘅嘢。咁所以喺韓國相信嗰個能力大唔大就睇佢個供養有幾大，佢個祖先。所以佢成日講啦，個祖先個能力好強大。咁有啲亦都有所謂可能有唔同嘅祖先嘅，有唔同嘅神明嘅，有啲係同生產有關嘅啦，有啲同錢嘅有關嘅啦，有啲同婚姻有關嘅啦。咁我哋劃分咗好唔同。但係佢呢一種就係同爺爺神同奶奶神又有啲類似嘅關係，又未必完全。我會覺得有參考比較咧，就可以攞台灣嚟做比較。台灣係點咧？台灣都有機生嘅，機生咧大家都會睇啲台灣嗰啲片集，機生都有啲似係被揀選、被挑選，但係佢做法就有啲被挑選咗之後，可能去某個廟去突然間會發覺有個神明降旨。如果大家有去抄，可以抄下台灣毛德公，有啲機生都係突然間喺拜祭嘅時間，突然間冇財神有指示話呢個係機生，要去做機生。咁台灣嗰個所謂神明嘅文化信仰好強，台灣好多廟嘅，應該講話啲廟同啡粉差唔多咁多 OK。咁有啲私營嘅廟仲多啲。咁佢哋有好多所謂機生。咁佢哋機生嘅訓練咧，最勁嗰啲咧就係有啲同某啲嘅訓練，其實可能第二個宗教，例如講藏傳佛教都有嘅。咁一個完全冇光嘅地方，例如你幽禁你係啦。7日、21日、49日，令你訓練到咧，你喺冇光嘅情況之下咧，都見到影像，都見到蛇。咁呢啲人咧就後來經過某啲測試之後咧，發覺佢可以預言或者講到某啲嘢咧，佢就成為一啲機生。咁佢經過呢啲咁嘅訓練，但係當然最嚴格嗰啲係49日啦，再冇光啦。咁但係有啲都係可能7日，可能21日。咁你喺藏傳佛教都有啲所謂佢訓練胎色性光嘅嘢，都有啲咁樣嘅嘢。咁所以其實都係想訓練一個人喺一個咁嘅完全靜止嘅狀態之下，可以感應一啲嘢。咁但係大家相信就唔同啦，台灣我相信好多神明啦，大家想
台灣稱得最多就係阿三太子啦、阿財神啦、阿媽祖啦，仲有其他各類嘅神明啦。咁我會覺得點解會講呢兩件事咧？因為佢啱啱就講咗個徒弟問咧，就係話呢個神病同精神病似唔似咧？又或者同呢一個撞邪嗰啲又會唔會有類近咧？咁要講嘅，如果係啲家族遺傳有關，佢知道自己韓國啊，知道自己已經祖上輩有人係有呢一個通靈能力，咁所以後期嘅人咧就會覺得嗰個小朋友有啲咁樣嘅類似當係中邪嘅狀況，都係神明突然間挑選咗呢個小朋友成為佢其中一個機生，咁佢就開始神降嘅時間，我就開始俾啲災難佢，俾啲病佢，令到佢成為會答應成為呢一個神降者、神諭者，咁佢跟住先至會好翻。同台灣有少少唔同，但係台灣嘅你聽我嗰版本就係，當佢被挑選之後，佢冇做呢件事咧，佢都好多啲怪嘢啊、唔好嘅嘢啊、不幸嘅嘢發生喺身上邊嘅，咁啊多多少少。但係你話呢一個係咪神明會做嘅嘢咧？就係見仁見智啦。即係如果一個正常嘅情況，一個正神咧，應該就唔會咁折磨一個人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佢應承咗某啲嘢，佢冇做，所謂依家中式裏邊講嘅童子啦，有啲人講嘅童子殺就係講呢啲嘅啫，應承咗有做，有某啲功課、某啲嘅責任佢冇做，最後尾因為呢件事咧，佢就會因為唔係因為個神明搞你啦。因為你應承咗某啲嘢之後咧，你會承擔咗某啲嘢，你冇做翻啲嘢去解除或者可能負翻啲責任咧，咁嗰啲唔好嘅嘢就會喺你身上邊出現。咁所以你做翻某啲嘢之後咧，嗰啲嘢先至慢慢因為你所做呢件事去解除去替代。咁但係當然啦，原因好複雜，好難喺一個咁樣嘅視頻裏邊慢慢解釋。不過睇有冇機會再抽嚟講啦。咁就因為有咁樣咗，所以有啲人咧就會話，依家今生嘅算命會有呢啲人就會話做一啲嘢解除童子殺啦。但係我覺得基本上你有攞到呢個責任，又話應承咗某啲嘢，其實你做翻好過唔做嘅，咁所以變咗我本身咧，即係唔係好贊成解除呢個童子殺嘅。咁佢講啦呢啲，咁同中邪病會唔會有相關啊？咁樣中邪病就有啲人就會覺得被召喚啦，跟住佢覺得嗰隻召喚佢嗰隻嘢係神明啦，我都聽過有啲話自己係可能係觀音菩薩啊、大日如來乜都聽過啦，咁樣就係。但係咁佢覺得嗰個係咪係咯？咁但係佢嗰個會唔會幫到佢做一啲嘢，或者佢幫完人之後自己有冇好到，自己要知。同埋人，我成日覺得咧，包括我自己都係，我成日同啲弟子講就係，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啲神明會同你講嘢，你當自己係精神病先啦。又或者有收到我啲信息，你當嗰啲信息係假嘅先。咁你慢慢反覆求證過之後，你有啲真有啲假。咁但係你都唔好特別用呢種能力。咁所以變咗就係你慢慢可以唔俾呢種能力所蒙蔽，所令到你自己某啲嘅自滿啊嗰樣嘢出嚟嘅時間，咁你先至會慢慢可以你辨別到嗰件事嘅真偽。但係當然啦，你問我會唔會靠直覺有啲嘢，咁我通常都係我會同你講，都係靠卜算出嚟啊。咁但係卜算係咪一種超能力？當然都算嘅。咁但係起碼我唔會覺得我自己係一個超人，或者我會有一個同神明會有一個直接嘅連接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我係一個凡人。咁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係凡人嘅時間咧，你唔特別去求呢樣嘢咧，染到邪病嘅機會就比較少嘅。調翻轉講，有啲人可能去某啲地方之後，有冇啲邪病發生，咁呢個同佢自己啲因緣業力有關，有機會再講。呢個就同頭先自己相唔相信就冇乜關係噶啦。最後尾仲有會有啲講嘅就係呢啲祖先做嘅嘢，會唔會喺為祖先做咗某啲嘢成為神明？對於後人做咗某啲嘢，幫咗人做某啲嘢，會唔會有啲業力喺身上邊咧？就係呢一個我諗睇佢點樣做嘅，即係佢能力一件事。即係你依家你打一拳有500磅，佢打一拳有50磅，都係點用啊？你攞嚟打交打死人咁，而家一拳500磅，梗係會嚴重啲啦。但係如果你冇特別喺呢啲嘢上面運用，其實又唔會特別好差嘅，我相信。仲有就係佢話現代科技咁發達啦，其實好多嘢都可以用 AI 啦，又或者有好多嘢其實都唔需要到呢件事啦。咁但係而家咁多人點解都會好信呢個靈界嘅嘢咧？就因為人越喺呢個生活當中越無力感越重，越依靠呢個所謂嘅神明嘅力量啊，或者一啲靈界嘅力量去話俾你聽，佢自己將來點咧？呢樣嘢會再多啲。咁但係我覺得嗰件事無論點都好，咁例如啱啱頭先有人問我佢老公嘅健康，我如果話咗俾你知唔好咁點啊？就話咁你老公健康唔好，你咪保持下個身體健康咯，多啲做運動，少啲飲酒啊、食煙咁就會好啲咯。我會覺得配翻當下嘅生活應該點樣，活在當下，你點樣養好自己嘅身體，點樣去避免將來嘅禍患出現，呢個先至係我哋做一啲命理諮詢要知道要同大家講嘅地方。跟住仲有啲人就話啦，咁我點樣可知道自己撞邪啊？又或者知道自己撞邪之後有啲咩徵兆啊？咁有冇啲嘢可以
基本上會可以避免到啊，又或者點知自己係因為時運低啊，定因為冤親債主？呢個好困難喺呢度咁樣講咯。不過如果你成日聽到聲音，有人自稱同你講佢係大日如來，佢係觀世音菩薩，佢係地藏菩薩，十之八九話俾你聽，你都當自己中邪啦。係，就算佢當初包裝一個好好嘅個界面話俾你聽，其實我都係叫你去幫人啊，有能力啊，幫助治病治呢個治嗰個。其實個本身背後都可能係一啲邪靈嚟嘅，咁所以變咗就係你咪當自己正常人咯。咁有啲人咁你咪同佢講句嘅想啲，但係你唔好過量投射投影自己嘅能力咁就好。啲咩徵兆，突然間聞到香味臭味，成日屋企啲古靈精怪嘅事出現，可能係精神幻覺嚟㗎，可能係精神病嚟㗎，咁亦都可能撞邪，唔知都要揾翻相關人士去定奪下啦。咁總之嗰件事就係你成個自己有幻覺出現，無論係幻覺自己有種超能力，或者幻覺有某啲人同你講嘢，咁都可能真係撞邪嘅。咁你咪試下揾啲人去處理下咯。我都相信嘅，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你唔好驚住先。我試過個 case 好耐冇講嘅啫。有啲人真係唔驚嘅。我試過一對夫婦，個老婆話廚房成日夜晚有怪聲，個老公話唔好認住啦，冇嘢啊，呢啲嘢你自己認住嘅啫。咁但係試過有一晚就係個老公同老婆親眼見住嗰個櫥櫃嘅櫃門自己打開，跟住個老公即刻望住個老婆，望住個老公，係啦。咁跟住兩個相對唔知點樣，後嚟就終於揾相關人士，即係我啦，咁去處理啦，係咪？我覺得可以唔需要否定佢，但係可以去檢測佢，睇下有冇相關嘅事，你咪處理咗佢咯。但係如果佢成日出現喺你嘅腦海裏邊有啲咁樣嘅信息咧，有啲咁嘅神啊，有啲咁嘅出現，你更加需要小心啦。佢可能好大機會咧都唔係真嘅。當你成日同佢講，當你打撞見到啲咩咧，或者有啲咩能力俾你咧，你當嗰件事係假㗎得㗎啦，係啊。有啲方法去驗證嗰件事係真係假，又或者嗰個有冇啲方法令到嗰件事有啲規範啲？有嘅，不過今日唔係呢個 video 講啦。咁啊，今日大致上講到呢度啦，下次再同大家講關於其他嘅嘢。拜拜。